再来看台北市出兵协会所主办的这假日杯外本仔球全国赛，双方是手球手甲冤家。28岁退休的国家选手甲对手杀误倒，甚至是出手强争，这家长已经带去验伤要提告，这协会嘛要甲停权一世人。比赛比较长热，白队的球员向上甲人演扑倒，伊家己嘛跌咧扑倒，跌伫咧对手的分数顶，国家乌队球员的头壳大力伫甲争。头的后裤甲颔管啊等等的所在，连续去互争5拳，裁判甲走动了后，伊才总算停落来。不过红牌球员敢若是国中生尔，分数顶的伤，互在场的亲人看了真唔甘，已经带囡仔去验伤，报案提告伤害。当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全部都很错愕啊！我就去前面质问对方，对方就说：“你们怕打架就不要来打球啊！”那他们态度其实是很过分的。那当下其实他已经气到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比赛开始才8分钟，就引起冲突。第51届假日杯曲棍球全国联赛，测试伫新北市中和运动中心举行。迄当阵的比赛是属于混合年龄组，高中生组乌队，社会人士组白队，两队要来拼冠军。不过白队明明就领先2分，是安怎又搁气噗噗起骹动手呢？而且这个动手28岁姓黄的查甫人，是一个退役的国手，还搁兼做裁判。不过伫咧结果进前也无回应。他只有回应我一句话，就是他认为说，比赛推挤太多。那像昨天的情况，很明显就已经是针对人，完全是逾越了这个规则，所以我们会很慎重的针对这个部分，我们就召开了裁判委员会。就算曲棍球运动过程当中难免会相卡，不过专案经过主办单位台北市出兵协会审议，认定是挑工攻击，违反比赛安全的规则。法医暂时停权，禁止参加协会举办的比赛。现在台北市体育局回应讲，伊并无官方裁判甲教练的资格。这一届活动是民间家己举办的，目前敢会当继续追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